此贼采花后还要题诗留名，猖狂至极，都给我好好搜查线索。是。这洞察术可真好用啊！大楚王朝的罪犯们，你们最严厉的爸爸来了。萧总旗，属下有发现。哦，说说你有什么发现？窗台上有脚印，鞋印短小，不足6寸，以此推算，此人是个矮子，并且体型偏瘦。什么印子？我怎么什么都看不见？王少杰，你该不会是想出风头，想疯了吧？这里，你们仔细看，鞋印极浅，说明此人轻功极高，落地几乎无声。但印子短，脚不会骗人。首饰盒上也有线索，手指修长，指尖用力均匀，说明此人擅长用细巧暗器，可能是银针一类的。指印？什么是指印？你看，每个人的手指肚上都长着独一无二的螺旋纹路，摸过东西就会留下痕迹，我称之为指纹。天下找不出2个指纹完全相同的人。你是怎么看到这些的？属下天生目力好。头儿，还有一点，卢府有4位后天5重的护院高手，案发当夜全无察觉，这也说明淫贼轻功迷香暗器都属一流，作案手法娴熟至极。黄校尉说的不错，可各位大人，就算知道此贼是个矮子，苏州城几10万人，上哪儿找一个矮子去？没办法了，只能用最笨的办法。从今晚起，在城中所有貌美富家千金宅邸附近派人蹲守，此贼专挑貌美千金下手，他一定还会再作案。头儿，还有一个问题没查，贼人是如何知道这些女子的容貌的？他连做4案，目标选得这么精准，必定提前踩过天儿。卢大人，小女近几日府中可曾来过生人？此事老夫也将卢小姐贴身的丫鬟请过来问一问，女子闺阁之事，卢大人未必全都知晓。把小翠叫上来。见过各位大人。小翠，你家小姐出事前4、5日，府中可有陌生人进出？有一个卖货郎，那日夫人叫小姐去挑首饰，就让她进了前院。卖货郎长什么样？身高如何？又黑又瘦，30、40岁，个子很矮，还没我高，脸上长满麻子，嘴倒是甜，夸小姐美貌。赵武、钱威、张彪，你们立刻去查其他3个受害府邸，问清楚案发前1、2天是否也出现过卖货郎。是。头儿，查到了，3个受害府邸的下人都说，案发前1、2天确实有个黑矮的卖货郎来过，一模一样，都是黑矮个子。那就可以确认了，这个卖货郎就是翠花仙子伪装的身份。现在马上筛选城中所有近日见过卖货郎的富家千金，挑姿色上佳的列为重点保护对象。此人连做4案都没失手，狂妄至极，他一定还会再动手。系统奖励得靠破案才能拿到，这案子老子必须拿下。总旗，单凭我们这些人手，怕是不太够啊。向衙门要人，这本就该是衙门的案件，要不是他们都是一群酒囊饭袋之辈，牛大人哪里会让我们接手这个案子？明白。都听好了，经由我们排查，翠花公子下一个目标极有可能就是贺家小姐。贺小姐的闺房在2楼东厢，前后巷各部4人，屋顶埋伏2个弓手。贼人一旦进房，听我摔杯为号，一拥而上，绝不能让这贼子再跑了。少杰，今晚这阵仗非同小可，你没练过武，等会儿你就在外围策应就行。一个花钱进来的，能顶什么用？一会儿可别吓尿了。也就眼睛好使了。朱小琪自有安排，你听令便是。是。之前的原主纨绔关我屁事。行，我就在后巷等着，看你们拿着心功极好的采花贼有什么办法。
姐，真美呀！今晚又得吃了。动手！他暗器有毒，别让他跑了！该死，这贼子轻功竟如此了得，追不上了。8个捕快，5个校尉，1个小骑，围不住1个人，废物！看来还得我出手啊！黄少杰，他不是不会武道吗？这轻功怎么这般好，比那淫贼还快？就这还想追我？哼！什么人？你倒是继续跑啊，怎么不跑了？这一脚是为所有被你祸害的女子讨的债。我又没踢你，夹那么紧干嘛？自然反应。恭喜宿主破了连环采花案，抓捕到采花大盗，奖励绝世神功金刚不坏神功第1重。金刚不坏神功第1重，身体坚如铁石，宗师境以下不能伤至分毫，普通毒药迷药不侵。不愧是系统，都是好东西啊！这下除非遇到宗师，不然我能横着走了。少杰兄弟，今日是我朱某有眼无珠，你这身轻功，我等望尘莫及，心服口服。少杰兄弟，之前是我嘴贱，你大人大量。还有我也有眼不识泰山。嗨，小事小事，兄弟们不用见外。你既然有这等武功，为何还要花钱进锦衣卫？当纨绔多舒服，有人罩着，有银子花，还不用动脑子。要不是我爹非想让我出人头地，我会为你请功。这个案子首购归你，把人绑了，带回去。是。那些还在外面蹦跶的罪犯，别急，你们最严厉的爹才刚刚开始发育。翠花公子一案，本官已向京城呈报，今日当众宣布赏罚。黄少杰，属下在。此案你发现卖货郎线索，锁定贼人身份，又亲手擒获采花贼，当居首功。本官已向京城指挥使大人举荐，升你为锦衣卫小池，另赏银100两。谢大人。你的任命文书半个月内会从京城发下来，届时你便是从7品小旗，月俸10两，配绣春刀，持铁令牌，手下可领10上校尉。不过你仍留在9卫所，归萧总旗调遣。属下明白。小秋月，属下在。你带队督办此案，指挥有方，赏银50两，其余参与办案者共分50两。谢大人。都退下吧。爹娘，儿子回来了。又跑哪儿鬼混去了？我跟你说，你在锦衣卫就好好干，别给我丢人。100两，官府赏银。赏银？什么赏银？翠花公子的案子，儿子是首功。千户大人已经向京城举荐儿子升任小旗，从7品，任命文书半个月就到。从7品？你？没错，就是我。真的假的？小旗？那可是锦衣卫的小旗，剑官大3阶的小旗。当然是真的，我还能骗你们？老天爷开眼了！我黄百万的儿子居然当上锦衣卫小旗了！一个锦衣卫小旗，在苏州城里，连知府老爷都要给3分面子。行了行了，孩子升官是好事，你嚷什么嚷？少杰，晚上想吃什么？还问什么？肯定是好吃的都安排上。
这一枚真元丹冲击先天2重应该够了。先天2重成了，封神腿和金刚不坏神功的威力也跟着涨了一截。什么声音？刚才那咔嚓声怎么回事？这是你弄的？儿子最近练功勤奋，略有寸进。略有寸进？石板都练了，还略有寸进？儿啊，你什么时候学的武功？以前你不是连刀都拿不稳吗？1个月前，儿子在梦中遇高人指点，加上日夜苦练，总算开了窍。梦中遇高人指点，神仙吗？真的假的？我儿子竟然还能有这种机缘？肯定是真的，不然儿子哪来的武功？我相信儿子。少杰，你跟爹说实话，你现在到底什么境界？先天2重。我黄百万花了半辈子赚银子，攒下这份家业，到头来不如儿子1个月的造化。先天2重，你知道咱们苏州城先天境高手总共才几个吗？多少？明面上不超过100个。这么少？那以后没人敢欺负咱们家了。儿子我啊，罩着咱老黄家。好小子！行了行了，深更半夜的，让孩子回去睡觉，明天还得点卯呢。苏州刺史帐下侍卫求见千户大人，有要事禀报。苏州刺史帐下侍卫有要事禀报，跟我进去。昨日，苏州押往京城的30万两税银在古驼陵被人劫了，押送税银的500官兵全部被杀。500官兵全死，这他妈是造反吗？11、12所留守衙门，其余所有人随本千户前往案发地点。上马！牛大人，你来了。刺史大人，这批税银由马都尉率500精兵押送。马都尉是先天5重境，手下2名校尉、8名侍卫都是先天初期。500士兵全是武者，本该万无一失。500人，刀剑未出鞘，身上无挣扎伤痕，皆是一刀毙命。劫匪的尸体一具也没有。3种可能：劫匪中有宗师，碾压式屠杀，或者官兵事先中了毒，无力反抗，又或者有内奸里应外合。来人，检验干粮和水源。要是我破获了这大案子，奖励必定很丰富。黄小琪，之前萧总旗说你目力阔人，现在你给我好好查看，务必找出线索。遵命，属下必定全力以赴。运送官银的马车没了，要是顺着这车辙找，或许能找到点线索。这纨绔怎么剩小齐了？他爹送2000两银子给我，让我安排他进锦衣卫，不是让他来混日子的吗？有什么发现没有？再看看。是迷香。大人，你刚才推测的不错，我在那边发现了迷香燃烧后的灰烬。劫匪利用冬季西北风，在上风口点燃迷香，顺风送入官兵队伍。500人中毒无力，这才被一刀毙命，无反抗痕迹。哈哈哈哈哈！迷香，这荒郊野岭，西北风一刮，迷香能持续多久？当是3岁小孩的把戏。牛大人，还是派人检验干粮和水吧。这迷香之说，恐怕是哗众取宠。破了个采花贼案子就飘成这样，税银大案也敢指手画脚。是不是迷香？验过便知。这就是迷香。不错，继续。虽然目前知道了这些官兵是怎么死的，但是现在首要目的是追寻官银的下落。顺着车辙查过了吗？
我们已经查过了，4辆运银马车被丢在前方3里外的山坡下，车辙印也在那里消失，但30万两官银重达3000多斤，消失得无影无踪，定是藏在附近。赵百仲，带人前往3里外搜山。是，所有人跟我来。这么重的官银不可能凭空消失，看来得靠我的惊世智慧推理案件了。你有什么看法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我们被误导了？误导？为什么这么说？先假设，再求证。假设这些运银马车是来到这里时已经空了，那么银子必定是在半路就被卸下了。所以这个车辙就是为了误导我们，让我们顺理成章查到这里，然后一无所获。没错，现在我得回头仔细查看。按照我的假设，银子在中途被卸下之前和之后，车辙的深浅必定有差距。这里，车辙深度从1寸变成了不到半寸。这么不显眼的差距，除了你，其他人可能都看不出来。所以银子就在这附近。卸车的地方一定有痕迹，劫匪扛着3000多斤银子，不可能不留下脚印和拖痕。这里有一条路，官银被沉入湖底，银两太多，劫匪或许要等风头过了，再分批熔炼运走。30万两都在水底，8九不离10。我们先回去禀报，不要打草惊蛇。大人，不必搜山了。为何？难道你找到官银了？禀大人，属下已经找到丢失的官银。找到了？在哪儿找到的？劫匪用了金蝉脱壳之计，他们早在中途就卸下官银，空车继续前进，故意把追兵引到这里。你们看，从这里到前面的车辙极浅，行驶的都是空马车，真的官银早在半路就被转移了。肉眼能看出车辙深浅，你那双眼睛是池子不成？年轻人有冲劲儿是好事，但这等胡言乱语可别误了追查的时机。30万两官银丢了，谁敢担责？要是没有官银，后果你可知道？属下确定。赵大人，你看我不顺眼，敢不敢赌，我是不是真找到了官银？大人，这姓黄的分明是想出风头，想疯了。这车辙我看就没什么区别。黄少杰，你想跟赵百店赌什么？赌？你一个小小的小旗，拿什么跟我赌？就拿我这条命赌。若我找不到官银，我提头来见。若我找到了，赵百瞻只需当众给我磕3个响头，叫我一声爷爷就行。你疯了？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黄小琪，你可想清楚了？大人，属下想得很清楚。若找不到官银，属下甘愿受军法处置。好，我跟你赌。不过赌注得改改，你若输了，不光要提头来见，你爹那些个丝绸铺子也得归我。行。希望银子真在那个湖里吧。既然赌约已立，本官做见证人。黄小琪，带路吧。就这儿，官金呢？在水里，你该不会让我们下水捞吧？你们看这里，这是拖拽重物的痕迹。从痕迹看，
确实有重物被沉入湖底。有痕迹又怎样？谁知道是不是官银？说不定是别的东西。那赵百翰敢不敢下水亲眼看看？来人，下水打捞！大人，水底有银锭，成堆的银锭，至少几千斤，全部沉在湖底。确实是朝廷的税银，看来30万两全部都在这儿。真找到了！这年轻人神了！好，好一个黄少杰，破获采花案，又找回30万两税银，本官定要为你请功。多谢大人。恭喜宿主找到丢失的30万两银子，奖励30年修为，修为提升至先天9重。先天9重了，等这个案子查完，我必定能突破宗师。赵百户，赌约该兑现了吧？爷爷，大声点儿，我听不见。你早上没吃饭吗？爷爷！校尉们看我不爽，我能理解，毕竟我是关系户，而他们是凭本事考进来的。但是你，赵百定，我可是通过你的渠道进入的锦衣卫，我不明白你对我哪来这么大的敌意？是收了我爹的钱嫌少，还是从一开始就憋着什么坏？行了，赵白丁起来吧。赌约已了，这件事就此结过，以后谁也不许再提。谁再拿这个说事，就是跟本官过不去。所有人听令，即刻开始打捞官银，全部装车，严密看管，按回苏州衙门。大人，且慢。怎么，大人？要是我们这么大张旗鼓的把官银全部运走，那些劫银的凶手可就真的石沉大海，没法查了。你的意思是，官银继续放在湖里泡着，我们按兵不动，在这里守株待兔？此计可行。赵百战、萧总旗、黄小旗，你们3人潜伏湖边山林，不许出声。若劫匪现身，切勿惊动，放长线钓大鱼。是大人。我得想办法惊走他们，不然可能会查到曹大人。走，跟上，都小心点，别发出声音。不好，还有人，快追！赵百户，你喊那么大声，是怕凶手听不到吗？胡说！黄少杰这速度，说不定能追上。以为甩掉尾巴是天真。什么人？参见萧长老。哼，都盯紧了，别让锦衣卫混进来。劫税银的是武护会。
属下参见千户大人。追到那个杀手了吗？是什么来路？回大人，属下追到五湖会庄院，杀手是萧长老，劫官银的就是五湖会。五湖会，好大的狗胆！胆敢杀死500官兵，抢劫30万两朝廷税银，这是要造反吗？五湖会，竟然是他们！黄少杰，你又立功了。赵百定，你勾结五湖会，给贼人通风报信，打草惊蛇。大人饶命，我只是一时糊涂啊。糊涂？我看不是吧。来人，待此案了结，再一并处置。饶命！大人饶命！大人，小小五湖会敢这么干，只怕背后所图甚大。肖总长说的对，五湖会背后怕还有大势力。你们说的都有道理，但眼下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把五湖会给端了。只要抓住他们的头目，一审便知。黄小琪听令，明日一早你就去刺史府禀报，调派3000兵马前来协助，我们要一举荡平五湖会。是，大人。这一战，我或许可以找宗师对战。先天9重的修为，封神腿加上金刚不坏神功，未必不能敌宗师。不急，先礼后兵，让他们出来受降。若敢反抗，格杀无论。里面的人听着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。牛千户，我五湖会一向安分守己，你今日带兵围住我们，这是何意？朝廷不讲王法了吗？常昊天，劫银杀官想造反，今日就是你们死期！证据呢？没证据就围剿，不怕我告你滥权枉法？证据？我们锦衣卫抓人从来不需要证据。来人，给我拿下！胆敢反抗者，格杀勿论！宗师之间亦有差距，你还是乖乖束手就擒吧。还想突围？黄少杰，你找死吗？什么腿法？一脚踢飞3人！哼！这小气不过20来岁，竟能硬接我一掌而不落下风。你什么时候这么强了？还是说之前你一直在藏？你去对付其他人吧，这个老东西交给我。他可是宗师。宗师？就这？我还以为他先天9重呢。你瞧不起谁呢？哦，忘了你也才先天9重。
这小姑娘找死！真以为什么人都能和老夫过招？黄少杰，多谢你又救了我一命，这个人情我萧秋月记下了。萧总旗客气了，都是同僚，分内之事，不必言谢。好一个黄少杰，年纪轻轻就能正面击杀一名宗师，未来可期呀！侥幸而已，该你的功劳就是你的，你当居首功，本官会如实上报，升你总旗。谢千户大人提携。金总旗殉职，3卫所无首，即日起你暂代总旗，统管3卫所。属下领命，定不辜负千户大人的信任。萧总旗，你在暗中也表现出色，本官也会为你请功。大人，属下不敢鞠躬，全靠黄总旗，属下只是跑腿，还多亏他救命。萧秋月不错，京中背景不小，才不贪功。制服赵百潭，他也出力不小。行了，本官一向赏罚分明，你功劳小不代表你没功劳。接下来还得好好搜查一下五湖会，你们俩倒是可以提前休息了，算是一点小小的奖励。黄总旗，恭喜高升，以后3卫所可就拜托你了。萧总旗说笑了，暂代而已，转正难说，我还是想跟着您，省心。以你的武功和才能，日后必定成为我的上司，我哪能一直压着你？到时候还请你多多关照才是。能被萧总监压着，我也心甘情愿，求之不得。我怎么听你这话有些不对劲儿啊？是不是在占我便宜？属下对萧总请敬仰万分，绝无非分之想。不管怎么说，你今天又救了我一命，我萧秋月欠你2个大恩情。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开口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真开口了，怕你又不乐意。恭喜宿主破获税银抢劫案，剿灭五湖会，奖励绝世神功降龙18掌前6式。降龙18掌，这可是武侠世界里最顶级的掌术之一。突破，宗师了！宗师一品也是宗师。亢龙有号！是地震了吗？不是地震，是公子，是公子在练功。公子一掌把假山给拍碎了。这要是打山，可是花岗岩的。不得青一块紫一块。什么叫青一块紫一块？那叫人没了。这是你干的？你不是在逗老爹吧？爹，我刚才练功，一不没控制好力道，把假山打碎了。明天让人从重弄一座吧。好儿子，有出息！老爹明天就去祭祖，一定要好好感谢老祖宗保佑。行了，都休息吧，时间也不早了。好，那我就先进屋睡觉了。今天叫你们2个过来，是想让你们也听听我们在五湖会查抄出来的收获，再听听你们的看法。是。黄总旗、萧总旗，五湖会所有的产业已经全部抄没完毕。共抄没黄金5430两，白银217850两，铜片56700干，房产、店铺、地契共计32处。一个小小的五湖会竟然这么有钱，黄金白银加起来将近30万两，还有这么多房产店铺，他们哪来这么多钱？2位总旗，属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发现。属下在五湖会庄院的地底下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地下大厅，那大厅里有熔炉，有锻造台，有淬火池，还堆放了上千件已经打造好的兵器，刀枪剑戟应有尽有，而且都是军制式的。五湖会偷偷打造大量兵器，这是要造反吗？五湖会那么点人，用不了这么多装备，肯定还有同伙。属下也有此疑惑，五湖会不过几百号人，却打造上千件兵器，而且他们并不缺钱，都透着诡异，却还要冒险去抢官银，背后一定有更大的势力。一个小小五湖会，绝对没有这么大的胆子，也没有这么大的能力，此事定有蹊跷。黄总旗、萧总旗，你们随我去地牢，
亲自审问那些抓来的五湖会弟子，一定要撬开他们的嘴。是，大人。禀千户大人，出事了！地牢里关押的五湖会萧长老以及另外2名执事都死了。好端端的怎么死的？狱卒听到他们惨叫，跑过去查看，就发现3人七窍流血，已经断气了。仵作验过尸，说是自行冲破了被封的穴道，然后自断经脉而死。好一个五湖会，好一个萧长老，宁愿死也不开口。他们到底在怕什么？或者说，他们在刻意隐藏什么？宁愿死都不照顾，说明他们背后隐藏的秘密比死更可怕。大人，要不要继续审问其他的五湖会弟子？审，给我狠狠的审，用最残酷的刑罚！本官就不信所有人的嘴巴都这么硬。我们五湖会确实是一个意图谋反的组织，但不止我们一个，整个大楚至少有上百个和五湖会一样的谋反组织。这些组织结成联盟，听从一个神秘教会的指挥。他们的目的是杀尽贪官，推翻大楚王朝。其他组织有哪些？那个神秘教会叫什么名字？在哪里？不知道，我们这些普通弟子根本接触不到这么核心的秘密，只有会长和长老们才知道。上百个谋反组织遍布全国，背后还有一个神秘教会指挥，这是要翻天，要变天！这么多人，是造反还是想谋权篡位，可不好说。大人，五湖会的高层都死了，但赵百定可还没有死。属下也认为赵百定会知道一些隐情。来人，把赵百定拉过来严刑拷问。是。你们2人先出去忙吧，有消息了我再通知你们。是。来人！有刺客！快来人啊！都给本官滚进来！保护大人！你到底是何人？竟敢行刺朝廷命官！你知不知道这是诛九族的大罪？追！给我追！抓不到刺客，你们都得死！来人，去锦衣卫，请牛千户，就说本官遇刺，让他们立刻派人来。小人拜见牛千子，千子大人，大事不好了！昨夜有刺客闯入曹府，我家老爷被飞刀所伤，性命垂危。老爷特命小人来求助锦衣卫抓捕刺客。这是300两黄金，是老爷的一点心意，送给锦衣卫的兄弟们喝茶。若能抓住刺客，老爷说了，再送500两。传3卫所总监黄少杰过来。是。属下黄少杰参见千户大人，不知大人召见属下有何吩咐？昨夜曹都尉遇刺，身受重伤，你随管家去曹府查看一下情况，负责追查此案。正四品都尉遇刺，这可不得了啊！属下领命，定当查出真凶，给曹大人一个交代。总理大人这边请。锦衣卫总督黄少杰见过曹大人，奉牛千户之命，前来调查您遇刺一案。牛人这个老狐狸，本官遇刺这么大的事，他只派一个毛都没长齐的总旗来，分明是在敷衍本官，看不起我曹仁奇吗？黄总旗请坐，本官的性命就拜托黄总旗了。还请曹大人把昨夜遇刺的经过详细的说一遍，越详细越好，不要遗漏任何细节。昨夜3更时分，本官正在房中与玉女商议要事，
刺客突然从窗外射入飞刀，还好本官反应快，躲过了致命一击，没能让其得逞。但刺客武功极高，至少是1品宗师境的修为。不知黄总局现在是什么修为，可有把握对付得了这刺客？本官可不想再经历一次刺杀。牛千惠既然派我来，就一定有他的道理。我能不能对付是我的事，曹大人只需要配合我办案就行了。一个小小的总旗，竟然敢用这种语气跟我说话。这么说来，黄总旗的武功一定在那个刺客之上了。不知黄总旗的师傅是哪位高人？说不定本官还认识。曹大人就不用打探我的底细了，你只需要明白一件事：牛千户派我来自有他的道理。曹大人这是对牛千户不信任吗？要不我回去跟牛千户说一，让他换个人来。黄总旗误会了，误会了，下官绝无此意。牛千尉的威严，下官是知道的。下官对牛千尉敬重有加，绝无不敬之心。在锦衣卫当看就是拽，正4品都尉又怎样？还不是得给我一个小小的总妃陪笑脸？随口一说，曹大人不必紧张，我只是开个玩笑。曹大人，这个刺客此次行刺失败，必定还会再来。这段时间我就留在你身边，扮作你的贴身侍卫。如此甚好，有黄总旗在身边，本官就放心了。不过刺客会更加小心，这样你明日就照你为你贴出告示，说不定就会假扮成名医前来行刺。妙计！黄总旗真是智勇双全，本官佩服佩服。就按你所说，还不快去办！遵命。都尉大人被刺客所伤，飞刀伤及心脏边缘，生命垂危，命在旦夕。现悬赏天下名医，只要能治好都尉大人的伤，赏银1000两。1000两银子，都尉大人真有钱啊！我要是个大夫就好了，1000两银子够我花几辈子了。哼，这些当官的随便拔根汗毛都比我们的腰粗。曹仁七，这次你跑不掉了，你灭我满门，我就要你的命！老爷，大夫来了。这位是苏州城最有名的李大夫，专治外伤。曹民见过曹大人。你要是能治好本官的伤，赏银1000两，本官绝不食言。这刺客也太想杀曹仁七了吧！找死！来人，抓刺客，别让这逆贼跑了！谁若拿下这个刺客，本官说话算话。亢龙有狠！这是什么武功？龙，他打出了一条龙，这还是人吗？多谢黄总旗出手，本官有眼不识泰山，想不到黄总旗有如此神功，本官敬佩之至，敬佩之至。曹大人，你之前说谁拿下刺客，赏银1000两，这小子是奔着赏银来的，真他娘的贪！应该的，应该的。黄总旗，请笑纳，这是本官的一点心意。接个任务还有外快准，胖齐了。武震，你居然没死！不可能，当年你明明掉下了万丈悬崖。曹贼，你还认得老子？当年你带人追杀我，将我逼落悬崖，可惜老天有眼，我命不该绝。吴震，你休得血口喷人！当年是你勾结倭寇，出卖军信，证据确凿。你家中搜出的那些与倭寇往来的书信，就是你通倭的铁证。曹仁七，你这个恶贼！10年前，你觊觎我妻子的美色，趁我外出公干，将她奸淫。我父母找你理论，你竟然将他们活活打死。我妻子不堪受辱，悬梁自尽。你怕我回来报仇，就伪造书信，诬陷我通倭叛国，将我全家灭门。我武震与你不共戴天。如果武震所言属实，那这个曹仁七简直禽兽不如。你
你胡说八道！本官行得正，坐得端，岂是你这个通倭逆贼能污蔑的？且慢，曹大人，你这是要干什么？杀人灭口吗？黄总计说哪里话？本官为何要灭口？这武镇通倭叛国，罪不可恕，又行刺本官，死有余辜。本官杀他是为朝廷除害。那曹大人为何一掌击向他的天灵底，连审都不审，直接就杀人？这不合规矩吧？还是说曹大人心里有鬼？黄总旗，武镇勾结倭寇，证据确凿，又刺杀朝廷命官，按律当斩。本官只是气不过，一时冲动。这曹仁期有问题啊！老子杀了不下上百个倭寇，手上全是倭寇的鲜血，我对倭寇恨之入骨。你伪造书信诬陷我，不过是怕我找你报全家之仇。黄总旗，你可知道这位武镇是什么人？他是朝廷钦犯，你若不信，可以回锦衣卫查卷宗。你若包庇他，小心惹祸上身。曹大人，这武镇是刺杀你的刺客，按规矩应该交由我锦衣卫处置。本官现在就把这个逆贼带到锦衣卫诏狱，我会亲自审问。若是曹大人怀疑我包庇他，大可向牛千户举报我。哼，锦衣卫诏狱又如何？我武镇行得正，坐得端，哪怕剥皮抽筋，被碎尸万段，也绝不会认下通倭的罪名。曹贼，你等着，做鬼我也不会放过你。黄总旗，何必这么麻烦？依本官看，武镇这厮穷凶极恶，打死也不会认罪的。不如就地正法，直接杀了省事，也免得夜长梦多。曹大人，你给本官听清楚了，锦衣卫办案还轮不到任何人来指手画脚。别说你一个4品都尉，就是1品大人，也没有资格干涉我锦衣卫的内务。你明白吗？本官明白，黄总局请便。完了，这下完了。如果武镇把当年的事都抖出来，如果锦衣卫查下去，纸包不住火啊！武镇，你说曹仁期奸淫你妻子，杀你全家，诬陷你通倭，现在细细说来，一个字都不要遗漏。怎么，不想说？10年前，我是苏州军营的一个百夫长，曹仁期是我的顶头上司，前任千夫长。我的妻子，她留下了一封血书，告诉了我所有的真相。我回到家，看到的是3具冰冷的尸体，我父母，我妻子，全都没了。我去找曹仁期报仇，却被他带人追杀，逼到了悬崖边。我跳下了悬崖，被一个在山中修行的老道所救。他治好了我的伤，传授我武功，我跟他学了10年，这才下山，就是为了报仇雪恨。武镇，你所说的话，本官自会去查证。如果属实，我会还你清白，将曹仁期绳之以法，给你一个公道。你真的会为我查清真相？曹仁期可是正4品的都尉，是朝廷命官，你一个小小的总日，能斗得过他吗？正4品都尉算个屁！就算是1品大臣，只要犯了案，被我锦衣卫也照抓不误，绝不手软。在我锦衣卫面前，没有谁能逍遥法外。若大人肯帮草民申冤，洗刷我通倭的污名，为我死去的家人报仇雪恨，我武镇这条命就是大人的，上刀山下火海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接下来你先去牢里待一段时间，待我查明真相，自会放你出来。小的明白。跟我来吧。曹都尉被刺案，调查的如何了？刺客抓到了吗？禀大人，
属下已将刺客抓获，现在关押在诏狱之中，等候大人发落。哦，这么快就抓到了？你是如何做到的？说来听听。不错，不错，不仅武功高强，心思也如此缜密，设下圈套，引蛇出洞。你果然没有让本官失望。那刺客为何要行刺曹都尉？是仇杀，还是受人指使？是仇杀。若武镇所言属实，这曹仁期简直禽兽不如，奸淫人妻，杀害人命，诬陷忠良，他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？依属下观察，武镇不像在撒谎，他的悲愤和仇恨是装不出来的。倒是那曹仁期，当时就想一掌劈死武镇，分明是心虚，想要杀人灭口。曹仁期好大的狗胆！你速去暗中调查曹仁期，搜集他的不法罪证，一旦证据确凿，就立刻抓捕，不得有误。属下遵令。恭喜宿主抓捕刺客，侦破曹仁期贪赃案方案的开端，奖励30年内功修为。宗师4品太强了，牛大人也不过才宗师5品。以我现在的实力，牛大人已经不是我的对手了。公子，您这是要去做贼吗？什么做贼？本公子是去查案，今天要查一个大官。那大官白天不敢说实话，晚上我去他府上探一探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。公子，您小心点儿，那些当官的家里都养了很多打手。放心，本公子武功盖世，几个打手算什么？你在家乖乖等我，别到处乱跑。老吴，你说那个姓黄的总旗会不会查出什么来？大人放心，那些见不得光的东西都藏在最隐秘的地方，他就是掘地3尺也找不到。可是武镇那个疯子，万一他把我当年的事全抖出来……大人多虑了，武镇是朝廷钦犯，通倭的罪名是定了性的，他说的话谁会信？倒是那个黄总旗，年纪轻轻就能当上总旗，背后肯定有人。哼，有人又怎样？在这苏州城，我曹仁期说了算，惹急了我，连他一块收拾。你都自身难保了，还想收拾我？大人，那些东西都处理好了吗？处理好了，埋在城外那个破庙后面，除了你我，没有第3个人知道。那就好。大人，此事过了之后，那个黄总旗过了这阵风头，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一个小小的总旗也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，真是反了天了。城外破庙，看来曹仁期把重要的罪证都埋在那里了。明天天一亮，我就去找。就算死掘地3尺，我也得把罪证给找出来。应该就在下面了吧？竟然是曹仁期与倭寇往来的密信，走私军械、贩卖私盐、交换情报。
你有几颗脑袋啊？敢这么搞？好家伙，贪污卖国，你是不是还敢造反啊？被我查到，你死到临头了。怎么了？这么着急？大人，属下在城外破庙中找到了曹仁期的罪证。好一个曹仁期，通倭、走私、贪污、受贿、卖官，他还有什么不敢做的？这个畜生！大人，证据确凿，可以抓捕曹仁期了。传令，召集所有总旗以上官员议事。本官要亲自带人去曹府拿人。属下遵命。苏州治军都尉曹仁期，通倭叛国，贪污受贿，罪大恶极。本官奉旨，将其缉拿归案。曹仁期可是正四品大员，是苏州军的最高赏官之一。通国叛国，这是诛九族的大罪啊！何百户，你带200人前去都尉府，抓捕曹仁期，如有反抗，格杀勿乱。遵令。李百户，你带100人前去东升商会，将所有人全部缉捕，一个不留。遵令。黄少杰、萧秋月，你们带100人前去喷泉阁，将所有人全部拿下，那里是倭寇的情报据点。遵令。出发。围起来，一只苍蝇都不许放出去。各位军爷，这是怎么了？我们喷泉阁可是正经的生意场所。锦衣卫办案，所有人都待着别动，接受检查。反抗者，格杀勿论。八个被发现了，一起上！飞龙在天。风中劲草，这是什么武功？太恐怖了！黄总监太强了。哪里逃？屏住呼吸，是毒烟。你先别管我，快去追冷凝香。来不及追他了，我先帮你去毒吧，否则你会有生命之危。黄少杰，你又救了我一次，对不起，让他跑了，是我连累你了。不说这些，都是同僚，见死不救怎么行？跑了就跑了吧，
早晚会抓到的。先把其他人全部押回去，交给牛千户审问。谢谢。把人都带回去。是。你们可把喷泉阁所有东瀛奸细都抓回来了？禀大人，属下无能，让喷雪阁的花魁冷凝香逃了，请大人责罚。逃了？禀千户大人，是属下无能，没有抓住冷凝香，这事与黄总顾无关。他擒住老鸨之后，又为属下驱除体内之毒，故而无法追捕冷凝香。你为何会中毒？属下和冷凝香对战几十招，未能将其伤者分毫。黄总鞘制服老鸨后赶来，冷凝香见势不妙，就丢出一颗毒烟，我不慎吸入了一口。想不到一个青楼的花魁竟然有如此高强的武功，还能使用毒烟。他必定是东瀛剑术世家或者忍者世家出身，身份不低。大人，那个老鸨武功高强，应该身份不低。若是能撬开他的口，或许能将苏州城所有的倭寇一网打尽。东瀛奸细极其狡猾，此次我们抄了东升商会和喷泉娟这2个情报据点，这些东瀛奸细一定会藏得更加隐蔽，想要抓到他们，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大人，不知李百户和赵百户他们的行动如何了？何百户已经将曹仁七抓捕回来了，李百户围捕东升商会还没有回来，也不知情况如何了。大人，不如属下现在前去看看，或许能帮上一点忙。属下愿和黄总请一同前往。也好，你们就带人前去吧。禀千户，已抓捕东升商会36名东瀛奸细，现已关入地牢之中。可抓住东升商会会长？属下无能，没有抓到东升商会会长，甚至连商会的骨干成员一个都没有抓到。抓到这几十名东瀛武士，都是商会的小喽啰。你带着3名士百户、4名总旗、200教校尉，居然只抓到几十个喽啰，你们难道都是废物吗？禀大人，我们围住东升商会，可搜遍了整个商会里，除了这几十个杂役打扮的东瀛武士，没有见到半个商会骨干成员。东升商会的骨干都哪里去了？难不成他们提前得到消息逃了？今天的抓捕行动迅速，东升商会如何会提前得知？除非我们锦衣卫当中有内奸。大人，属下觉得东升商会内部也许有密道，商会的骨干成员临时从密道逃走了。你这个猜测很有可能。如果东升商会提前得知消息，那么他们必定会全部撤走。这几十名东瀛武士来不及撤走，这说明东升商会的骨干是临时从密道逃走的。属下命200多锦衣卫搜遍了东升商会的每一个角落，可始终没有发现密道。哼，你们没有找到，并不代表没有，只能代表你们无能。大人责备的是，属下甘愿受罚。算了，想必东升商会这条密洞非常隐蔽，你们一时没找到也正常。大人，属下想去东升商会查找一下那个密道。属下愿和黄总权一同前往查找密道。也好，李百户，你带他们2个去东升商会吧。是，大人。恭喜宿主查使出曹仁七通倭，并因此捣毁东瀛2个情报据点，抓捕倭寇数十人，奖励宿主绝世兵器圆月丸刀及神刀斩官法。好强的嗜杀魔性，居然令我现在就有一种想要杀人的冲动。果然是一柄绝世兵器。怎么了？没事。莫非你怀疑这口井是个密道？井水这么深，应该不是密道吧？
正是因为井中有水，这才不会让人怀疑。之前有小齐下去查看过了，说井底什么都没有。李大人，反正其他地方也没找出密道，我还是下去查看一下这口井。这应该就是密道。果然是，不过目前就我一人，而且还是在水下，实力大大受限，还是不盲目去追寻了。找到密道了，你们要不要一起下来？密道居然真的在井底，我这就下来。我继续走前面。莫非，这个水池通往另一个水井出口？我们来的时候也是从一个水池出来，这么看来很有可能。你们是何人？我们是锦衣卫。你们这些倭寇还不扔下兵器，束手就擒！八嘎！锦衣卫的鹰犬居然发现井底密道了，把他们都杀了！一刀杀了5个先天境武士，这是什么刀法？东瀛地人还真拿你没办法。地下有人，逃了。地人遁地之术出神入化，行刺让人防不胜防。这次算他命大。东瀛这次派到苏州的高手还真不少，看来他们所图甚大。先把这里搜一搜吧，等会儿再把你们打晕的那3人带回去。如何？可找到东升商会的密道？禀千户，黄总旗在井底发现了密道，我们顺着井底爬到过密道，从另一个宅院的井底中钻了出来。在这个宅院中，黄总旗斩杀了几个东瀛高手，其中有1人还是宗师修为。大人，有一名忍者遁地想刺杀我，被我砍断一条胳膊遁地而逃。我们以后要小心他前来行刺。
看来这是一名地人了，还真是不好办啊。我们留了3个活口，或许能审问出些什么。禀千户大人，刺史大人来了。快请刺史大人进来。刘千户，多谢你了。若不是你及时发现曹仁期通倭，派人告知并保护本官，本官只怕早已命丧黄泉了。曹仁期安插在我府中的那些护卫，果然都是倭寇的刺客。刺史大人客气了，都是为国效力，不必言谢。这是1000两黄金，聊表谢意，请牛千户笑纳，算是给锦衣卫的兄弟们添些茶水钱。一出手就是1000两黄金，这个世界的大官都这么有钱吗？还是说贪了？哎呀，你这客气了，客气了。本官就先替兄弟们收下吧，稍后再发下去。查处曹仁期通倭案已是首功，本官赏你500两黄金。谢大人。大人，属下有一事相求。那武镇虽然刺杀朝廷命官，但事出有因。如今真相查明，曹仁期才是真正的通倭叛国者，武镇是被冤枉的。属下斗胆，请问大人，武镇是否能无罪释放？武镇是个好汉子，铮铮铁骨，本官也敬佩他。若曹仁期没有通倭，他刺杀朝廷命官，必判死罪。但现在查出曹仁期通倭叛国，那武镇刺杀的就是通倭的奸细，何罪之有？那我们现在就放了武镇。你去到牢释放他吧。他若愿意，可以留在锦衣卫当差，先从小旗做起。属下遵命。黄总旗，这就是武镇的牢房。黄总旗，您这是？武镇，你无罪释放了，恭喜你重获自由。武镇，你还不快谢谢黄总旗？要不是黄总旗查出曹仁期通倭，为你洗刷冤屈，你10个脑袋都不够砍的。你的案子是黄总旗一手翻过来的。曹贼通倭，此话当真？没错，我暗中跟踪曹仁期，发现他与倭寇秘密往来，证据确凿，人赃并获。我已经上报千户，将他抓入了诏狱。千户大人说你是被冤枉的，行刺通倭奸细不算犯法，可无罪释放。多谢黄总旗为我武镇伸冤报仇，您的大恩大德，我武镇粉身碎骨也难以报答。千户大人说，你若想来锦衣卫当差，可以先做小旗。你的武功高强，又是军人出身，很合适。多谢千户大人的美意，也多谢黄总旗的提携。只是我武镇已经厌倦了官场的尔虞我诈，无意再入官场了。我只想做个平头百姓，安安稳稳的过日子。也好，人各有志。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来找我，只要我能做到的，绝不推辞。恩公，我武镇如今孑然一身，无家可归，也无以为报。我愿终生追随恩公，为奴为徒，上刀山下火海，绝不皱一下眉头。我府中正好缺一个护院总管，你的武功高强，为人正直，这个职位非你莫属，你愿意吗？多谢恩公信任，武镇发誓誓死守护皇府的安全。谁想动皇府一根汗毛，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。好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我皇府的护院总管了。走，我带你回我家。爹娘，这位是武镇，是我新家时的好兄弟，他武功高强，为人忠义，我请他来做我们皇府的护院总管。武镇见过老爷夫人，以后请老爷夫人多多关照。好，我们皇府家大业大，确实需要一位武功高强的护院总管来坐镇。武总管，以后府上的安全就拜托你了。老爷放心，公子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武镇会用性命来守护皇府的安全。人在，府在。来，武总管，一起用晚餐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我们好好喝2杯。多谢老爷厚意，我还是和其他下人一起用膳吧，我不敢和老爷夫人同桌。武镇，今天是你第一次来府上，就和我们全家一起吃吧。以后你若不习惯，再让厨子为你单独做几样好菜。武总管，以后都是一家人了，你就别太拘谨了，快上桌和我们一起吃吧。那小人恭敬不如从命了，多谢老爷夫人，公子。恭喜宿主发现井底密道，又摧毁了一个倭寇据点，奖励中品真元丹1颗。以我现在的实力，苏州境内应该已经无人能敌，但家人的安危我没办法顾到。武镇，这是一颗中品真元丹，可以炼化体内真气，提升修为，送给你。公子，
这太贵重了，镇元丹珍贵无比，有价无市，我何德何能受此大礼？你现在是我皇府的护院总管，我自然希望你武功越高越好，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我的家人。服下它。公子，我突破了，我突破到2品宗师境，我的功力至少提升了2成。不错，这样我就更放心了。接下来，本公子再传授你一种绝世神功——封神腿。叩谢恩公传授绝世神功，恩公的大恩大德，吾朕没齿难忘。看好了，第一式捕风捉影，第二式风中劲草，第三式暴雨狂风。招式你看了，接下来我传你封神腿的内功心法，你就好好学吧，争取早日学会。本公子就先休息了。多谢公子传功，我定不负公子所望。渡边君，这一次我们东升商会一共损失了多少人？回太草大人，一共被锦衣卫打死或抓走56人，其中有武士41人，忍者15人。八嘎！你这个混蛋，怎么会让锦衣卫的人查到东升商会来？大人，都是曹仁七这个废物，他被锦衣卫人抓到诏狱之中，想必是经受不住严刑审讯，把东升商会和喷泉阁供了出来。奈子，喷泉阁就剩你一人逃了出来。嗨，锦衣来了名高手，连花娘也不是他的对手，我若不是逃得快，只怕也被他所擒。锦衣卫杀了我们东营这么多高手，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。大人，请允许我挑选几个高手，暗中刺杀几个锦衣卫的百混和总监。仇当然要报，不过不是现在，还有几天就过年了，那时正是锦衣卫衙门放松警惕的时候，就在除夕30晚上动手吧。嗨！没想到啊，赵百户竟然是曹仁七的人，这厮骨头还挺硬，之前一直不说，得知曹仁七被抓后才交代。赵百户应该是以为曹仁七能把他捞出去吧，但他没想到曹仁七这么快就被抓了。可惜没能从那些倭寇嘴里审问出倭寇的大头目藏在哪儿。这些倭寇被我们清剿了一遍，想来应该会消停一阵。正巧要过年了，要是过年出了大乱可不好。萧总旗，你有没有亲人在苏州？没有，就我一个人。那你一个人在苏州过年，岂不是太寂寞了？无所谓了，反正只有几天的年假，在家睡几天觉就过去了。过年睡觉多无聊，要不然这个年你就在我家过，大家热热闹闹的，如何？这怎么好意思？岂不是太叨扰令尊令堂了？我爹娘看到你这样的大美女来府过年，必定十分欢喜，何来叨扰之说？就这么定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爹娘，这位是萧总理，他在苏州没亲人，我邀请他来我们家过年。秋月见过黄员外、黄夫人。萧总理，应该是草民向你行礼才是。民妇见过萧大人。夫人，你叫我秋月就行，可千万别叫什么大人，这如何使得？娘，我和萧总情是同僚兼好友，你就叫他秋月吧。黄夫人，秋月没买什么礼物，这个手镯送给夫人，希望夫人喜欢。虽说锦衣卫总结收入很高，可萧秋月一出手就送出价值上千两银子玉手镯，这未免也太豪了吧？难道她是什么豪门世家中的大小姐，还来我皇府过年？嘿嘿，我儿子出息了。来就是了，干嘛这么客气？你和杰儿是同僚，又是好友，我也没什么好东西回，这根玉簪就回送给你，你可莫要嫌弃。多谢夫人。萧大人不必客气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。老爹，你早上没喝酒吧？怎么净说胡话了？老夫的意思是说，萧总旗和我们一起过年，就像是一家人一样，这话没毛病吧？黄老爷，夫人，秋月就叨扰你们了。不叨扰，不叨扰，我们求之不得啊！小何，你在公子的小院里给萧总旗安排一个上房吧。是，老爷。秋月，以往过年你是在京城过吧？京城的烟花虽然比这更绚丽夺目，可却没有这里的烟花充满生活气息、亲人团聚的温馨氛围。你在京城难道不是和家人团聚过年吗？我自幼父母双亡，没有半个亲人了。你是孤儿，他们跟我说你在京城老有背景。我父亲是平西王手下的一名贴身侍卫，19年前西蜀国高手行刺平西王，我父亲为救平西王而被刺客所缚，我母亲也随后殉情而死。平西王将我收为义女，当成自己亲生女儿养大，传我武功，直到去年才开始将我送入锦衣卫磨练。还好平西王重情重义，待你不薄。义父待我如亲生，
也许是看在我父亲誓死效忠的情分上吧。少爷、萧大人，老爷和夫人叫你们进膳厅吃年夜饺子。好吃不过饺子，走吧，我们吃年夜饺子去。谁？老爷，怎么了？别出声。你们是什么人？胆敢行刺锦衣卫百户！锦衣卫百户李大海，你带着鹰犬杀了我东升商会几十人，除夕之夜就是你全家灭门之时。日森！可恶的倭人！李大海，听着你的家人一个个在你面前惨叫而死，这种感觉是不是很爽？听说你有个漂亮的女儿，还有一房美妾，我们会让他们享受一遍再死。公子，府外来了一名锦衣卫，姓张，说有急事求见。大年初一，张小琪来做什么？恐怕出事了。属下参见黄总旗，黄总旗新年好。这大过年的，萧总旗怎么从黄总旗府中出来了？参见萧总旗，新年好。张小琪新年好。张小琪，找我何事？出大事了！昨夜李百户全家满门被灭。什么？锦衣卫百户被人灭门？牛千卫令属下前来找黄总旗，现在去李府查看案情。好，稍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去。爹娘，锦衣卫一名百户大人满门被杀，我和秋月现在要去李府查看现场，你们不用等我们吃饭了。锦衣卫百户满门被杀，这是什么人干的？这么残忍？现在还不知道，你们这段时间最好不要出府门，要去哪里一定要让武镇跟着。好，爹哪儿也不去。武镇，锦衣卫李百独昨夜被灭门，凶手很可能是倭寇。我不在府中的时候，你一定要保护好老爷和夫人的安全。请公子放心，只要我武镇还有一口气在，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老爷和夫人一根汗毛。好，拜托了。属下参见千户大人。进去看看。这到底是什么人干的？竟敢残杀我锦衣卫百户全家！千户大人，属下怀疑是东升商会的东瀛武士残杀李百户全家。大人，属下刚才查了李百户胸口的刀伤，刀口细小而略带弧形。这应该是东瀛倭刀所杀。李百户的千金和小妾被扔在雪地之中，死前也遭受了这些倭寇的摧残，真是一群东瀛混蛋！传令，所有锦衣卫全城搜捕东升商会成员，发布通告，凡有发现东升商会成员者，赏银1000两。遵令。姐儿，有没有抓到凶手？哪有那么容易就抓到凶手？能杀得了李百店的凶手，岂是那么好抓的？好了，先吃晚饭吧。今天是大年初一，大家都开心点。阿贵、小武，去放鞭炮。是，夫人。武总管、胡管家、小何都过来一起坐吧。谢夫人。
苏州潜伏着大量倭寇，昨天夜里锦衣卫李百户全家满门被杀。也许，他们今晚的目标就是我们皇府。大家不用怕，我们公子武功绝顶，还有萧总旗在府上，我武镇也不是吃素的。要是这些倭寇赶来，定要将他们全部斩杀。我们一起和武总管守护好皇府。要是倭寇赶来，我们就跟他们拼了！杀对！杀对！倭寇若来了，你们不用出来应战，只要守护好老爷和夫人身边就行。我和萧总领会收拾他们的。公子，我可以帮你一起对付倭寇。不用，记住，你的主要任务是保护老爷和夫人的安全，任何时候不要离开他们10丈开外。公子请放心，有我武镇在，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到老爷和夫人，除非从我武镇的尸体上踏过去。太宰大人，坐吧。昨晚的行刺非常成功，击杀一名锦衣卫百门，极大的削弱了苏州锦衣卫的实力，更震慑了大楚这些嚣张的锦衣卫。我会向倭皇陛下为你们请功的。嗨，多谢太宰大人。堂堂锦衣卫百户，除夕之宴满门被灭，大快人心。尤其是那个李百户的女儿，真是很不错。渡边君，我们是去杀人的，但这种禽兽之举还是少做为好。奈子小姐，你若是个男人，恐怕会比我们还要禽兽吧？八嘎！奈子小姐，不要以为你是柳生宗颜的女儿就可以殴打上司，我要上报倭皇处置你。你辱骂本小姐，本小姐就该长你的嘴。那是你先骂我是禽兽，难道你们昨晚不是禽兽吗？奈子小姐，你不是男人，当然体会不这种乐趣。我们倭国的男人有谁不变态？够了，渡边君。今天晚上你打算去杀锦衣卫的哪一个官员？禀大人，今天晚上我们要去灭了那个姓黄的总旗全家。这小子杀了我们10几个武士和忍者，而且都是高手，他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。一个锦衣卫总旗能杀得了我们这么多高手？太宰大人，这个总旗武功确实很高强，我们喷泉阁的武士全都被他所杀，连花娘都不是他的对手。花娘是1品宗师，一个锦衣卫总召居然能击败他？哼！李大海经都不是我的对手，他区一个总召，难不成武功还更胜李大海？渡边君，多带几个高手去吧，务必一击必杀，不要太过轻敌。嗨，太宰大人放心，我会带上小泉地人、奈子，还有2名东升会的高手前去，我会让皇府鸡犬不留。净说那个黄夫人长得很不错。对不起，今晚我身体不舒服，不想去。奈子。我渡边迟早有一天要折磨死你！行动！就来这几个人，你们是看不起我黄少杰，还是对自己充满自信？一个小小的锦衣卫总持，口气倒是很狂妄。我们3人足以灭你全府，杀了他！就这，看来本公子还是高估你们了。对付你们这几个倭狗，根本不配我动刀。原来是你这只土拨鼠，上次侥幸让你逃了，这次还送上门来，那就送你下地狱吧。2品宗师1品是先天9重地人，竟被黄少杰几招轻松解决。公子真是神功盖世！吴总管，倭寇被打跑了吗？老爷、夫人，公子已把4名倭寇全解决了。这一脚是为李百混的千金。说，你们东升商会还有哪些成员？藏身何处？他嘴里藏了毒丸，绞迫自杀了。早知道就该先点他的穴道。4个杀手都死了，一个活口没留下。便宜这个畜生了。若不然，把他抓到赵狱去，每天让他尝尽酷刑，求生不能，求死不得。可惜了。参见牛千户。免礼，你们昨日可查出倭寇线索？昨夜4名倭国杀手前来毕府，欲灭我皇府满门。什么？皇府可有伤亡？倭寇可逃了？谢大人关心，皇府无人伤，4名倭寇全部被我和萧总镜击杀。属下没有出力，全是黄总护一人斩杀的。萧总旗昨夜也在皇府？属下是在皇府过的年。哦，属下见萧总旗一人在苏州过年太孤独，就邀请他来皇府一起过年，大家热闹些。不错，一起过年热闹。
黄总旗英武过人，萧总旗才貌双全，不错不错。大人，属下和黄总结只是普通同僚关系。萧总旗不用解释，本签递明白。放心吧，这件事我不会乱传出去的。大人，东升商会会长的尸体还在我家，您要不要去看一下？你是说东升商会会长昨夜亲自来了？禀大人，属下昨夜看了他的面容，与画像有9分相似，是2品宗师，可以确定他就是东升商会会长。可惜没留下活口。走，去皇府看看。禀大人，尸体面目与画像有8、9分相似，果然是东升商会会长和主要骨干。黄总局的武功真是深不可测呀！黄总局真是年少英雄，前途不可限量。黄总局英姿勃发，气宇轩昂，真乃人中龙凤。黄总局如此年轻便有这般修为，实乃武道天才。诸位大人谬赞了，少杰愧不敢当，全靠牛千户的指点及各位关照，我黄少杰才立了点小功，不值一提。恃才不傲，不错。黄少杰，这次你斩杀东升商会长及其骨干，为李百户报了血海深仇，也为苏州锦衣卫出了口恶气。我会将你的功劳上报领指挥使，推荐你接任李百户的职位。恭喜黄大人高升！诸位大人莫要取笑，任命文书下达才算数。今天是新年初2，草民已备薄酒，牛千户和各位大人若不嫌弃，就在皇府痛饮一顿如何？既然黄员外如此盛情，我们若再推辞，岂不辜负美意？今儿个大家不用当值，就在皇府一醉方休。好好好。牛千系，诸位大人慢走。萧总旗，你还要留在皇府吃晚宴吗？萧总旗是在我们皇府过年，自然是留在皇府吃晚饭了。哦，原来萧总旗是在皇府过年啊！好好好。恭喜宿主斩杀倭国中扁长官渡边及其下属，奖励封神腿后3式。封神腿共有6式，前3式已经掌握，现在后3式也齐了。第4式雷厉风行，第5式风卷残波，第6式神风怒号。后3式威力比前3式大得多，终于掌握了封神腿全部招式，出去试试。风卷尘龙！不好了，公子要拆家了！神风怒号，雷厉风行。少杰，你练的是什么武学？封神腿。封神腿。好像是传说中的绝世武学。啊！怎么回事？天哪！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老爷，这是公子练功时弄的。哦，哈哈哈哈，那没事了，这亭子塌了就塌了，其实早该修新的了。少杰，放心练功吧，弄坏了东西，爹就重新修，别心疼。爹。干脆以后给我弄个练功场地得了。弄，反正我们家也不差这点钱。以后可别在晚上练功了，动静这么大，怪吓人的。好，是我考虑不周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明天再收拾，你快休息吧。萧总察也早点休息。好。好。教主，苏州五湖会被锦衣卫围捕。会长和数百弟子尽皆被杀被擒，只有我一人逃脱。锦衣卫为何绞杀五湖会？我们劫了30万税银，不知为何被锦衣卫查到。哼，废物！做事如此不小心，何成复国大业？是我等无能，请教主责罚。起来吧，罚你禁闭3个月。谢主中开恩。教主，锦衣卫必定严刑拷问五湖会弟子，
属下担心他们会供出西蜀复国大业。锦衣卫已在秘密调查江湖各大帮派，可见他们没得到实质消息。但我们必须提前准备起事计划了。教主，我们还未找到公主，属下担心起事复国难有凝聚力。19年了，公主若在世，应该已经21岁了。19年前，宁王率30万大军灭了西蜀国，我是皇帝身边的侍卫总管。皇帝自刎，皇子及皇室成员皆被辛勤斩首，唯独没有2岁的公主在内。这19年来，我从未放弃寻找，却杳无音讯。若找到公主，则更具复国号召力。可她到底在哪里？是生是死？老爷，今日是元宵节，天气不错，我们去普陀寺上炷香，拜一下佛，求个平安吧。也好，很久没去过普陀寺上香了。现在杰儿做了锦衣卫，成天和凶徒恶魔打交道，是该求佛祖庇佑一下。小杰、萧总旗，要不要一起去？那就一起去吧，把武正和小何也一起带上。那就准备一下，等下就走。大师，这50两银子是我们捐赠给贵寺的香油钱。多谢施主，我佛慈悲，定会保佑施主全家平平安安。佛祖在上，求保佑皇家平平安安，人丁兴旺；保佑我黄百万生意兴隆，财源广进，日进斗金；保佑我儿子黄少杰在锦衣卫当差，步步高升，平安无事。你们2人也都去拜一下佛祖吧。是，夫人。求佛祖保佑老爷夫人长命百岁，公子在锦衣卫飞黄腾达，平平安安。你这丫头叩拜佛祖，就不会求佛祖保佑一下你自己？全为我们保佑做什么？老爷夫人和公子一家好，奴婢的日子也就自然好过了。所以求老爷全家好，就等于是佛祖保佑奴婢好啊。你这丫头，这小嘴还挺会说话的，不过倒也是实心眼儿。谢夫人夸赞。求佛祖保佑苏州百姓平安。我家公子多杀倭寇，立功升官，平步青云。你不去拜一下？我不信佛，这些和尚练过。站住！打劫！哼，没想到我也会有被拦路抢劫的一天。我要出手吗？不用，交给武镇一个人就行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好大的胆子！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持刀抢劫！一起上，全都杀了！武总管，你的武功好厉害哦！武镇，想不到你的武功居然这么好，怪不得小杰让你来做护院总管。武总管的武功只怕不在咱们杰儿之下呢。老爷夫人，你们太抬举我了，我刚才的腿法还是公子教我的呢。我跟公子相比，那就是萤火与皓月争辉，不值一提。怎么是个光头？这不是普陀寺的和尚吗？公子，这还真像是普陀寺的那个敲木鱼的和尚。普陀寺的和尚为何想要杀我们？这普陀寺到底是些什么和尚？老爷捐了他们50两银子的香油钱，他们居然还想来杀我们？难道是见老爷有钱就想来抢？应该没这么简单。和尚不可能随时都准备夜行符和头罩，这分明就是一个黑庙。爹，你把你们进入大雄宝殿上香的情况跟我细说一遍。刚才我在外面没注意。我们求保佑我们全家平安，爹生意兴隆，你在锦衣卫步步高升，期间一切正常。这可能是冲你来的。按理说这些和尚听了我的锦衣卫身份，应该更不敢来招惹才对。
我也叩拜了佛祖，求佛祖保佑老爷夫人长命百岁，公子在锦衣卫飞黄腾达。我本来是不信佛的，不过夫人让我也拜一拜，我也拜了。你当时许的是什么愿？我许的愿是百姓能够安居乐业，公子多杀倭寇，立功升官。你当时说出来了，还是心中默念？我就大声说出来了。怎么了，公子？你发现什么不对吗？看来这普陀寺内的和尚，就是我们没有清剿干净的倭寇了。倭寇！普陀寺的和尚都是倭寇。今天出来一趟，真没白来啊。好得很。这些倭寇不出手的话，还很难找。现在都不用找了。武振，你现在护送老爷夫人小河回府，再派人去锦衣卫衙门通知牛县姓大人，让牛大人带人到普陀寺来围剿倭寇余孽。是，公子。老爷夫人，我们回府吧，否则会让公子分神的。杰儿，你要小心点儿，别受伤。娘，放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儿子，你注意安全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放心吧，爹。要直接杀上去吗？还是等等吧。我们只有2个人，分身乏术，没办法将他们一网打尽。中村，你下山去看看。嗨。师傅，这是在找人吗？阿弥陀佛，贫僧下山化缘，不知施主何出此言？刚才有10几个和尚扮作劫匪，想要杀人，已经被抓到锦衣卫衙门去了。你是来找你的这些师兄吗？施主，贫僧不明白你在说什么，贫僧还有事要回寺庙去了。想走？给我好好待着吧。你那边有什么发现没？没。参见牛千户。黄百户，你说倭寇余孽在普陀寺中，此话当真？黄百户，莫非京城的任命文书送过来了？没错，倭寇余孽就藏在普陀寺中，现在已经击毙13人，击伤1人。这不是普陀寺的和尚吗？他们怎么成了倭寇？大人，我和萧总管云随我父母来普陀寺上香，下山后这些和尚就扮作劫匪前来杀我们。我抓住的这个和尚，他正是下山来打探消息的。上山，围住普陀寺。是。普陀寺里面的倭寇都听着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速速出来受死！八嘎！你们这些该死的锦衣卫，给我杀！不好！多谢黄百户出手相救，都是同僚，不必客气。黄少杰的武功，只怕不在本千户之下，此子日后前途不可限量。苏州锦衣卫终究会装不下他这条乾隆。不好！是冷凝香，这次可不能让你逃走了！上一次从喷泉阁逃了，这次我看你还能往哪儿逃？父亲大人，女儿不会给您丢脸，请恕女儿不孝，不能回东营陪您看故乡的樱花了。倒也是个刚烈女子。
可惜不是大楚人。十字斩！这个穿着袈裟的东瀛武者，居然能和牛千户斗个平分秋色。牛大人的实力，在苏州不是第一也是前三了吧？东瀛安插在苏州的倭寇，竟然有这等人物。能跟牛大人打成这样，想来这老和尚就是苏州这一批倭寇当中的最大头目了吧？我的大力金刚掌全力一击。这个东瀛高手居然可以硬碰硬，还把我震退了。哪里逃！或许还得我出手。这倭寇高手与牛前户都打得不相上下，居然被黄百户一招便踢成了废人。一招废了一名五品宗师，之前黄少杰的纨绔名称怎么传的？我一直自认为我武道天赋极高，21岁便达到先天9重境。可跟黄少杰一比，我简直就是个废物。你们干嘛都用这种眼神看我？好，想不到我们苏州锦衣卫居然出了一位绝世天才。少杰，好好干，我会向凌指挥推荐你。大人谬赞，属下哪是什么绝世天才，能在牛千户手下当个总持，属下已是觉得小才大用。你一招便击败这名倭寇高手，比我这个千户的武功可是高多了。这还不是绝世天才，那本千户岂不是个废物了？属下这点三脚猫功夫，如何能和大人相提并论？刚才若不是大人一掌重伤这个倭寇高手，属下哪里能捡到这个便宜？我就说嘛，这个倭寇和牛千户对了一掌后便仓皇而逃，原是受了重伤。牛千户的大力金刚掌刚猛无比，这倭寇虽然也是绝顶高手，但终究在牛千户面前还是不够看。不过这倭寇虽然被牛前务一掌击成重伤，但也不是我等能一招将他击杀的。可见黄总旗的武功也确实是高深莫测，远超我等。诸位大人谬赞了。哈哈，好了，把这个倭寇带回锦衣卫。何百户，你带100校尉，再好好搜查一下普陀寺，看看还有没有藏其他倭寇以及其他重要信息。是，大人。今天接到京城文书，凌指挥使升任你为锦衣卫侍百户。谢大人栽培。以你的武功才能，当侍百户甚至百户都不在话下。不过我的权力只能提你为侍百户，百户以上需指挥使直接任命。属下明白，能当上侍百户，属下已非常知足。禀大人，倭寇头目招了，他叫东条武敬，是倭国派遣在苏州的最高指挥官。看来我猜的没错，那老和尚就是头目。
再用刑审审，看还有没有其他有价值消息。若实在审不出来，就把这几个倭寇押到刑场凌迟处死。是，大人。少杰，这次能将普陀寺倭寇一窝端了，几乎全是你的功劳。明天我会写加急文书，向凌指挥使汇报。全靠大人英明指挥，属下不敢贪功。你的功劳大家有目共睹。来人，去库房取2000两白银，奖赏黄百户。是。谢大人。黄百户，恭喜高升，同喜。妹妹，你大胆地往前走啊，往前走，莫回呀头。通天的大路9999呀！公子，你这唱的什么淫词烂调呀？难听死了！什么叫淫词烂调？小脑瓜装的都是些什么？哇，公子，锦衣卫衙门给你们发新官服了？傻丫头，官服能乱发吗？本公子升官了。真的？太好了，我要去告诉老爷和夫人。恭喜公子高升！同喜。谢谢公子。杰儿，你真的又升官了？老爹，官服都换了，还能有假不成？太好了，我儿真是太有出息了！小五，快拿大鞭炮去大门口放，明天皇府大摆酒宴。是，老爷。杰儿，你现在升什么官了？不是去年年底刚升总持吗？怎么又升官了？你这妇道人家说的什么话？儿子升官快，难道还不好？我就是觉得奇怪罢了。别人当官几年能升一级，都算仕途顺来了。咱们杰儿半年不到连升几级。因为杀倭寇有功，升为市百户。我儿都成百户了，这可是大官啊！这里面装的什么？千户大人给我的2000两赏银，老爹，还给你当初疏通关系花的2000两。爹的银子不就是你的银子吗？自己收好留着用吧。好了，别光顾说话，快来吃晚餐。天冷菜凉得快。好嘞。恭喜宿主剿灭普罗寺倭寇，奖励金刚不坏神功第2重。太好了，金刚不坏神功第2重。受到攻击时身体坚如金刚，非大宗师无法伤其分毫，且百毒不侵。也就是说，哪怕9品宗师也伤不了我分毫，任何毒药都可以当汤喝。现在的我什么都不缺了，无敌，苏州我无敌。公子，洗脚了。我家小河现在是越长越开了，尖尖角都成大馒头了。公子，你真是越来越坏了。坐到本公子的大腿上来，让我看看咱家小河是不是长肉了。才不能！牛人办事很得力，不到1个月便将苏州倭寇据点全连根拔起。黄少杰，又是这个名字。4个月时间，牛人将他从一个校尉一路提拔到市百户，这升级速度在整个锦衣卫绝无仅有。这种人要么是天才，要么就是后台强硬的关系户。以后得找个机会将黄少杰调到京城来，看看他到底有几斤几两。若有真本事，就留在京城提拔栽培；若是平庸之辈，必定是关系户，直接降为小旗。昨夜，通判张大人满门被灭，女人死前皆遭受凌辱，一口大锅中发现2名幼童们的尸骨，凶手极度变态残忍。昨夜不仅出了这一起案子，另外还出了几起案子。昨夜苏州城共有5名年轻男子被一红衣女子诱惑西去京原，奄奄一息。大人，属下大概知道这个红衣女子是谁了。
他应该就是岭南7大恶土之一的浪蝶郝波波。大人，屠杀张通判一家的，定然也是岭南7大恶徒所为。没错，屠杀张通判全家的，定是7大恶徒当中的淫徒睾丸，专吃孩童金大牙，采阳补阴的是浪蝶郝婆婆。7大凶徒屠灭了张通判全家，凶残无比，影响极为恶劣。我们苏州锦衣卫势必要将这7个凶徒全部诛杀。你们谁愿前去追捕这7大凶徒？少杰，你武功高强，且双目观察入微，诛杀7大凶匪的任务就交给你去办吧。属下领命。牛千户，属下愿同黄百户一同前往追杀7大凶匪。大人，属下一人去即可，人多反而行动不便。就你一人去追捕7大凶徒吧。小总旗，你另有任务安排。属下遵命。黄百户，去之前你先去暗族库看看岭南7大凶徒的画像，或者直接带在身上。属下明白。又是黄少杰，此子果真是天纵奇才。看来这个黄少杰应该不是关系户了。如此奇才，应该调到京城来，传江百户到大唐来。是。你收拾一下，明日启程前去苏州锦衣卫任职百户。另外传我手谕给苏州锦衣卫侍百户黄少杰，令他前来京城升任锦衣卫百户。属下遵令。杰儿都离家出去办案有半个月了，到现在都毫无音讯，也不知道是否平安。夫人，您别担心，公子武功盖世，一定能将那些魔头抓捕归案。能不能抓捕到这些魔头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公子要平安无事就可以了。公子，夫人您看，您一念到公子他就回来了。娘，这段时间一切都还好吗？倒是你从未独自出过远门，这次去抓捕那些凶犯魔头，娘日夜都在担心你。还好佛祖保佑，总算平安回来了。娘，您就别担心我了，您儿子武功盖世，没人伤得了我，您就把心放到肚子里，好好保重自己身体就行了。公子，这一趟外出办案，有没有抓捕到那些残杀通判大人家的魔头？没有抓捕，直接把他们的头全砍下来带回衙门了。哦，对了，这些人头现已经挂在菜市口示众，你要是想看，可以和阿贵、小五他们一起去看。我才不想看，我怕晚上会做噩梦。儿呀，你可总算回来了。爹，您这200斤的体重，悠着点儿。半个月不见，就是晒黑了一点，其他地方倒是没什么变化。爹，这3万两银票您收好，这是千户大人赏的。3万两银票，这么多？出差嘛，而且那些凶徒魔头个个都是高手，赏银本来就不少。那爹先帮你保管这些银票，等以后你娶萧总旗的时候，爹再拿出来当做聘礼。爹，这都是没影的事情，您可别想多了。怎么会没影？人萧总主都来咱皇府过年了，就说明他对你有意思。老爷说的对，奴婢看萧总主每次看公子的眼神总是不一样，嘴角噙着笑意，他应该是喜欢公子的。你个小丫头能看出个锤子？京城锦衣卫百户江寒参见千户大人。江百户免礼，从京城而来，莫非奉凌指挥使之命？正是。凌指挥使将属下从京城调任到苏州任百户，调百户黄少杰入京升任百户。果然如本官所料，苏州终究留不住黄少杰这等奇才。去传黄百户到大唐来。属下参见千户大人。
这位是从京城调任而来的江百户。属下见过江百户。京城调来百户，那我岂不是没机会升百户了？黄百户客气了，你现在已升任百户，与我同级，不必自称属下。少杰，恭喜你，凌指挥使要将你调入京城，升任百户，这是调任手谕，你带着进京赴任吧。我本只想接任李百户位置，没想到却被调入京升百户，升官入京，前程似锦，但京城水深怕是不好混啊。少杰，你天纵奇才，苏州限制了你的发展，凌指挥使将你调入京城，日后前途不可限量。我先提前祝贺你了。谢千户大人谬赞，其实属下还是愿意留在苏州，听从千户大人调遣。你是担心京城水深不好掌控，对吧？楚太祖有句名言：宝剑锋从磨砺出。以你之才，只有去京城磨练，方能真正成长，日后才能堪当大任。大人的一番话令属下茅塞顿开，多谢大人教诲。好了，你不用当值了，回去收拾一下，早点进京复职吧。是，大人。怎么，今天又没什么事儿，来找我聊天了？我要走了，来向你告别。走了？你去哪里？凌指挥使将我调到京城，升任百户。你什么时候走？我想在家陪父母几天，5天之后再走吧。你这一走，我们不知何时才能再见。我的家在苏州，你的家在京城，还怕没见面的机会吗？话虽如此，可就怕我回京城之时，你却恰好又回了苏州看望父母。不会有这么巧吧？到时我们书信来往，定好时间就是了。好，你走那天，我送你。儿子，这么早就回来了？爹娘，我被调任到京城，升任百户，过几天就要走了。调任京城，升任百户，这可是前程似锦的好事啊！明天得大摆酒席庆贺一下。虽说是升了官，可调到京城了，以后只怕1年也见不到儿子几次面了。男儿志在四方，岂能一辈子陪在父母身边？以杰儿的才能，必能在京城步步高升，光宗耀祖。有如此麟儿，我们应该高兴才对。爹娘，等我以后在京城稳定下来，就买座大房子，把你们接到京城来一起住。你的孝心我们知道，这个以后再说吧。公子，你要一个人去京城吗？不然呢？莫非你想和我一起去京城？公子若一人去京城，身边没个人照顾怎么好？就带小何去照顾你的衣食起居吧。暂时不用，你先留在家里照顾好夫人，等我以后在京城买了宅子，你再和老爷夫人一起来。好吧，那公子一个人在京城，可要自己照顾好自己。放心吧，我又不是那种成天需要人伺候的纨绔公子。去帮我把武振叫来。是，公子。公子，你找我？武振，过几天我就要去京城了，皇府安全就交给你了。武振定会尽心保护好老爷和夫人安全。我传你的封神腿修炼的如何了？前2式已完全掌握，第3式暴雨光风还稍欠果后。内功心法修炼了3个月，已达2品宗师中期。很好。我走之前再传你封神腿第4术，可助你武功更上一层。看好了。这是封神腿第4式雷厉风行，我先传你招式心法，再将招式拆解传授于你。多谢公子大恩。杰儿，到了京城，别忘了给家里寄信报平安。儿啊，京城是天子脚下，都是王公权贵，不比苏州。你做事要小心谨慎，莫要冲动蛮干。知道了。爹娘，你们回府吧。公子一路保重。公子，你要照顾好自己。牛千户，诸位同僚，在下今日前往京城，
就此告别。听闻你今日启程，我们就在此送别，祝你此去前程似锦，平步青云。祝黄大人前程似锦，平步青云。谢牛千户和诸位大人的吉言，少杰祝诸位步步高升，诸事顺意。我还以为你不送我呢，原来你在城外等我。咦，你怎么也背个包袱？这是要去哪里吗？送你去京城啊。不用送那么远吧？我向牛前户请了假，回京城看望义父，正好我们顺道有伴。这么巧啊？你不会是不舍得我走吧？臭美！有本事来追我啊！好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叫。